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礼拜开始之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您在过去一个礼拜当中对我们的保守眷顾。即使我们面对许多的困难、挑战与试炼，主啊，我们深信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也怀着兴奋快乐的心来到圣殿，因为我们要亲近你，要敬拜你。求主帮助我们。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差遣圣灵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运行，帮助我们去除我们恐惧的心，让我们可以得以坦然无惧的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来到你的面前，来与你亲近。求主在整个礼拜当中掌权，也让我们的心得以安静，让我们在你的帮助之下，将我们的心灵跟诚实表露出来，来荣耀你的圣名。主啊，我们将今天服事的众同工全然交托仰望，求您保守。那我们无论是敬拜团所带领的敬拜，或者是诗会负责整个礼拜的秩序，以及传讲信息的牧者，求主都与这些同工同在。那我们在你的保守眷顾下，做美好的服事，来荣耀你的圣名。求主与我们的教会同在，保守奉你名所设立的双联教会，真正能够成为一个荣神益人的教会。让教会所设立的各个机构，不论是服侍老人或是儿童，扶助贫苦的弱势者，或是需要的人，都有主的恩典在这个过程当中。借着我们所做的工，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你，来敬拜你。求主也与我们的国家同在，让我们国家的众教会都能够在各处执行主你所交代的使命，成为这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来荣耀你的圣名。求主保守眷顾这一切，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在礼拜天的早晨能够看到大家。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让我们一起用敬拜赞美开始我们今天的礼拜，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拍手。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充满天空海。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天和其中所有的快乐。来欢呼，来赞美，将荣耀都归于他。来欢呼，来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来欢呼，来赞美，将荣耀都归于他。来欢呼，来赞美，来向耶和华。我们相聚，我们相聚，爱里敬拜，愿耶稣的爱充满在这里。高举双手，大声宣告，愿神的喜乐成为我力量。来欢呼，来欢呼，来赞美，将荣耀都归于他。来欢呼，来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来欢呼，来赞美，将荣耀都归于他。来欢呼，来赞美，来向耶和华。我们请姐妹来唱。来欢呼，来赞美，将荣耀都归于他。来欢呼，来赞美，来向耶和华。弟兄们，来欢呼，来赞美，将荣耀都归于他。来欢呼，来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来欢呼，来赞美，将荣耀都归于他。来欢呼，来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来欢呼，来赞美，将荣耀都归于他。来欢呼，来赞美，来向耶和华。来向耶和华歌唱。耶和华歌唱，来向耶和华歌唱。来向耶和华歌唱。哈利路亚！我们将掌声及荣耀都堆给耶和华，因为他是那极大的神，他是充满荣耀与慈爱的神。是的，当我们透过敬拜将焦点转向耶和华的时候，我们也将自己与主连结。我们来一场与他连结。在这个圣餐的主日，我们更要纪念耶和华的爱子耶稣，他背负我们的罪，为我们付上代价，恢复我们与神的关系。谢谢耶稣，你是如此深刻的爱着我们。耶稣，你如此爱我，背负我的罪，使我洁净。耶稣，你如此爱我，为我流宝血，付上代价。耶稣，你如此爱我。耶稣，你如此爱我，背负我的罪，使我洁净。耶稣，你如此爱我，为我流宝血，付上代价。当我看不见，你开启我眼睛；当我心不静，你与我前进；当我快放弃，你赐我生命。
耶稣，我们只需要你，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的需要，孤寂的灵以及绝望的生命。我现在邀请大家献上自己的祷告，尝试将各样的束缚、不安、恐惧、病痛，乃至生活的主权，我们都交给耶稣。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在你面前，全心献上我的祷告。主啊，在这个信仰中，需要我，在这个需要我，在这个需要我，将自己的生命和一切都交给你。是的，耶稣，你如此的爱我们，为我们流宝血，付上代价。当我们看不见的时候，你就开启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心孤寂，你与我们同在。是的，当我看不见，你开启我眼睛；当我看不见，你开启我眼睛；当我心孤寂，你与我亲近。世上的一切有一天将过去，我只需要你，只需要你。是的，耶稣，世上的一切都会过去，但是你的爱是没有止境。无论这个世界怎么变动，无论我们每一个人经历了什么，我们都是神国的儿女。我们愿意更多的贴近你的心意，跟随主你的脚步，因为你是那亘古不变的主，你使我们心坚定。主啊，我们要更多的来明白你对我们的计划与呼召。现在我们将这首歌当作祷告，不仅献上我们的歌声，也献上我们的心。我在这里，我愿意。你将我从灰烬里拾起，恢复我做你宝贵儿女。父神，我愿更多明白你心。了
了解为何微笑，为何哭泣？我活着不再为自己，用我成为你爱的妻。父神，我愿与你同行同行，愿与你一起微笑，一同流泪哭泣。你说我对这世代有心意，你说我对这世代有心意，你愿不愿意为我去？父神，我愿听见你心意，我在这里，我愿意，我愿意。我渴望看见，看见每一颗心会转向你，听见敬拜声音在全地响起。我渴望看见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我盼望看见每一个人走入命定，见证生命转变的伟大神迹。我愿意成为那麦子落在土里，结出许多子粒，祝福着你。主啊，我活着不再是为了自己，活着不再为自己，用我成为你爱的器皿。父神，我愿与你同行同行，能与你一起微笑，一同流泪哭泣。你说我对这世代有心意，你愿不愿意为我去？父神，我要更多体贴你的心意。我愿体贴你心意，我在这里，我愿意，我愿意。你愿意的话，把你的手一起举起来吧。我渴望看见每一颗心会转向你。主啊，我们要回转向你。听见敬拜声音在全地响起。我渴望看见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我盼望看见每一个人走入自己的命定。哈利路亚！见证生命转变的伟大神迹。我愿意成为那麦子落在土里，结出许多子粒，祝福着你。结出许多子粒，结出许多子粒，祝福着你。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献上的时候，主啊，我们更多的来贴近你的心意。我们知道是你掌权在我们的生命中，你成为我们的主宰。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意念来高过你的意念。主啊，我们献上这个祷告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在你的教会，在主的教会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因着同享主的慈爱与真理，肢体的彼此帮助，我们可以见证每一位信徒的改变。我们也期待每一个人可以走入命定，走入你的计划，真正的明白主你的心意，结出属神你的子粒，得着荣耀，
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我们的祷告不完全，让我们用主你所教导我们的主祷文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777敬拜团用美妙歌声来赞美神，荣耀主的名。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记载在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第2章26节到36节，现代中文译本319页，撒母耳记上第2章26到36节。小撒母耳日渐长大，深得上主和人的喜爱。有一个神的人来见以利，向他传达上主的信息，说：你的祖先亚伦一家做埃及王奴隶的时候，我向他起誓过，我从以色列所有支族当中选出他的家族做我的祭司，使他们在祭坛前服侍，向我烧香，并且穿以弗得圣服侍奉我。我给他们有权分得祭坛上烧过的祭肉。为什么你们竟贪婪我要求我子民献上的牲祭和祭物呢？以利，你为什么看重你儿子过于看重我，容许他们把我子民所献牲祭中最好的部分拿去养肥自己呢？我上主以色列的上帝曾经应许你的家族和你的宗族要永远当祭司侍奉我，可是我现在要废除你们的职位。我一定看重那些尊敬我的人，轻蔑那些藐视我的人。瞧吧，时候快到了，我要使你家族和你宗族中的年轻人短命，没有人长寿。你一定会懊悔、嫉妒我给其他以色列人的福气，你家再也没有人会活到年老。但是我会给你保留一个后代，使他做祭司侍奉我，但他会失明、绝望。你所有其他的后代都要死于非命。你2个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要在同一天死去。这就是对你显示我所说的话都要实现的凭据。我要选立一个祭司，他会对我忠心，照我的心意做事。我要赐给他子嗣，他将永远在我选立的君王面前服侍。你后代中还存活的人，要向那祭司求其讨饭，为一点吃的东西而要求当祭司的助手。愿上帝赐福听他话语的人。今天传讲信息是我们主任牧师蔡正道牧师，他的题目是《圣经人物系列》第46讲《撒母耳第1讲孕育》。我们用恭敬的心来领受。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开始，我们要用几周的时间来看撒母耳这位先知，他也是祭司。在领受上帝的话语之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此刻要领受你的话，求你帮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那我们可以全心向着你的话，并且仔细聆听，用心接受。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并且我们要将你的话语刻在我们心中，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荣耀你的圣名。求主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开始，我们用几周的时间来看撒母耳，
有关于撒母耳的出生，我们已经在上次跟大家分享哈娜的时候，曾经分享过。那今天我们来看撒母耳成长的过程。我们当中如果有学幼教的人，大概会认识这一个人啊。这个人是一个德国人，他叫做福禄贝尔。他是出生在1782年，然后在1852年过世，享年70岁。他一生都奉献给幼儿教育，他可以说是近代幼儿教育的先驱者。对于幼儿教育的理论跟实际有极大的贡献。他有一个非常特别大的贡献，就是他将他在布朗根堡所设立的幼儿学校命名作 Kindergarten， 这个字，这个是德文字，意思它这个字是2个字合在一起的。Kinder 是儿童的复数，那 Garten 是德文的花园的意思，所以2个合起来就是儿童花园。这是很特别的一种比喻哈。他将儿童比喻作花草，那老师是园丁，而幼儿园是儿童快乐生长活动的场所，是一个美丽的大花园。那 Kindergarten 是世上的第一所幼稚园，那福禄贝尔也被称作幼儿园之父。那我本身觉得他这个比喻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幼儿园是一个花园，我们都清楚花园是一个充满生命的地方，也是让生命长成的一个地方。每一颗在花园里面种的种子，它的特性都不一样。如果园丁提供好的土壤、适当的水分跟养分，以及充足的日光，这些种子它们在适合的环境当中就会成长，会开花结籽。幼儿园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让小朋友生命成长的地方。但是同时我们也都知道，如果有一块园地给我们，但是我们疏于照顾，有可能会使这些花草树木长歪了，或是夭折了。那所以对于幼儿的教育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牧师一直期待对我们的儿童主日学有一个期许，就是希望我们要办全台湾最好的主日学校。我相信我们的主日学的同工也一直很努力的往这方面去进行、去推动。但是我们也要明白一点，孩子在家的时间比在学校、比在教会或是其他的任何时间都长。如果我们只要求学校、只要求教会、只要求社会提供好的环境，而忽略他最长时间尾声的地方就是家庭教育，那实在是不对啊，那叫做缘木求鱼啊！你要求学校要办最好的学校，要求教会要办最好的主日学，结果你的家庭教育摆烂，这样对这个孩子的成长依然会有负面的影响。因为孩子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特别是他成长的环境非常重要。如果有爱跟健康的成长环境，就能够孕育出合神心意的人。但是相反的如果一个孩子他是成长在一个不健康的环境之下，非常有可能不能说绝对但是非常有可能我们教导出来的孩子就可能成为价值观偏差的孩子。有人这样说魔鬼要破坏这个世界就先破坏我们的家庭。我们看到现在社会当中有很多的问题的产生，其实就是家庭出了很大的问题。所以教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就是提醒教导信徒要建立合神心意、蒙上帝恩典的家庭。牧师相信，如果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家庭都得到上帝的祝福，我们才会有蒙上帝喜悦的教会。这是牧师的一个期待。所以家庭是非常重要，特别是家庭的信仰教育。今天
我们要分享2个不同的家庭。这2个家庭因为信仰教育的不一样，造成这个家庭有非常大的不同。一个家庭叫做以利之家，这个是一个祭司的家庭；另外一个叫做以利加拿之家，也可以称作哈拿之家，它就是萨姆尔的家庭。因为他们对于萨姆尔的重视，对于萨姆尔的教导，让萨姆尔成为上帝所重用的人。这2个的家族的情况会完全的不一样。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家庭，是以利的家庭。以利原本是受人尊敬的这个祭司，所以他是一脉传承的这个祭司家族。祭司家族原本应该享有上帝所赏赐的荣耀，但是以利却犯了一个相当大的错误。他的错误就是溺爱、宠爱他的孩子，放纵他的孩子。一个溺爱的家庭，就是这个家庭的这块土壤就会被污染掉。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上帝透过一个先知来告诉以利，来警告他。他说，当中有很多的感觉像是咒诅的话，咒诅的话，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句。他告诉以利说：“你为什么看重你的儿子，过于看重我？”也就是说，他把儿子摆在上帝之前，用他的孩子取代了上帝的位置，因为他重视孩子超过重视上帝，所以他的孩子在这样的一个教育的情况之下，根本不会敬畏上帝，因为他儿子觉得我自己比我爸爸敬拜的上帝还伟大，因为我爸爸看重我比看重上帝更超过嘛。他的孩子其实他们是一脉相承，从亚伦这个世系，这个世系被拣选出来，就是要服侍上帝的，是一个祭司的家族，是一个荣耀的一个家族。但是，他因为信仰教育的偏差，使这2个孩子犯了极大的罪。在这边我们要说明一下，利未支派就是亚伦这个世系当中的利未支派，没有跟其他的支派一样有承受产业，因为他们要专心侍奉上帝。但是上帝用另外一种特别的方式来取代他们的产业，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得到人民11奉献给神的其中的一部分，他们可以吃圣殿里面献祭的饼，然后当人们去圣殿或是去祭坛献祭的时候，他们可以得到一部分的祭肉。根据圣经的规定，就是他们可以得到那个祭物的胸的肉以及右腿的肉。但是有一个规定，就是必须要在祭坛上将这个脂油就是它的脂肪，把它烧尽之后，这个肉就完全归他们。胸跟右腿的肉是归他们的。但是我们看到这2个儿子已经嚣张跋扈到什么程度？本来就是有一部分会归他们，可是他们怎样？第一个，圣经记载说他们强取祭肉。如果我们从第2章一开始来看，圣经说以利的2个儿子都是无赖都是匪类，他们藐视上主。原本上帝的命令当中就有归他们的一部分，可是他们不要遵守了，他们不守祭司取祭肉的规定。当人去献祭的时候，他们常常派着他们的仆人拿着那个3尺的叉，在肉还在锅里煮的时候，他就用叉子插到什么肉，拿起来不管是插到菲力啊、沙朗啊、纽约客啊、乐眼这些插起来，哇，好吃的就拿回去了。他们不遵守律法了，所以这个是强取祭肉。然后甚至怎样？我刚才说过了，这个属于他们的肉他们要拿回去之前有一个规定，就是要怎样？要把脂肪把它焚烧掉因为脂肪是要归于上帝的。那对于他的仆人跑过去跟献祭的人说给我一块肉我要拿去烤
他不要煮过的，要生肉。为什么？因为肉如果带脂肪哈，我们如果去吃那个肉哈，那什么最近我们都流行吃那个日本和牛，对不对？上面有满满的那个脂肪嘛，就是那种什么油花，对不对？那个可能烤起来会比较好吃。他们不要按照规定要把这些脂肪要把它烧掉，因为脂肪是要献给神的，之后他们就可以拿回去。可是他们不要，他们要生肉啊，就是违反律法的规定啊。然后不单单是这样啊，如果这些在处理这些献祭事务的人哈，他们不遵从哈，这些仆人就怎样用暴力恐吓啊。他如果慢一点拿给他，他说不，我现在就要要不然我就要用抢的。所以在上帝眼中以利这2个儿子的罪是非常严重，他们是祭司啊，却不照着祭司的规矩来行。我们刚才说过，强取鸡肉、抢夺脂油，然后暴力恐吓。最后，如果你看到第2章22节你看他们犯了多大的罪就是他们犯了奸淫罪，甚至跟那些在圣幕门前工作的女人睡觉。这些女子她们是奉献自己来圣殿服侍的，但是以利的2个儿子却把他们跟敬拜巴力的神庙一样，敬拜巴力的风俗一样，把这些人变成在巴力庙里面服侍的神女。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实在是一个悲剧啊！一个承受数百年恩典的家族，他们原本被呼召成为民族的祭司，但却因为信仰教育、宗教教育的错误没有做好，使得这些孩子长歪了，过度宠爱孩子，放纵孩子，以至于孩子不尊重上帝，不尊重人，甚至不尊重家庭伦理。到最后，他父亲以利给他们劝勉，他们根本都听不下去，结果整个家族就败坏。就像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个圣经节当中所说的，这个家族要被咒诅啊！这个家族不会出现老年人，年轻人都要短命，到最后只留下一个人，眼睛又失明，甚至为了要怎样，为了存活下去，祈求撒母耳让他当他们圣殿祭司的助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家族之所以会变成这样，就是以利把他的孩子当成偶像，当成上帝来服侍，过分顺服孩子的需要，以致这个孩子嚣张跋扈到这种程度。溺爱足以污染孩子成长的环境，这是我们真的要去警醒的。我常常在想，一个家庭的宗教教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孩子就是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去学习信仰。今天我们在圣殿里面敬拜你不要看见年轻人就坐在你们的旁边，他们其实都跟我们一起学习在敬拜。你们怎么敬拜，你们的孩子就怎么敬拜；你们怎么教导，孩子就怎么教导。牧师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我有一个经验，就是我曾经到瑞士进修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去参加当地的教会的一个晚祷那个教会规模也算大他的礼拜堂几乎跟我们的礼拜堂差不多大我们去参加晚祷时间到的时候前面只坐了3排的老人然后不是没有年轻人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就站在外面那些年轻人的工作是什么？就是带他们的阿公阿嬷我看他们礼拜前他们就扶着他们的阿公阿嬷扶进来礼拜堂里面，然后坐着，然后他们就跑去外面不是聚会他们是在那边用一个那个汽油桶里面烧柴，在那边烤火，因为天气很冷就在那边聊天嘻嘻哈哈。然后礼拜结束之后，他们又把他的阿公阿嬷带回去
好像在接送啊。我心里在想，我想了一个场景呢，我想说这些孩子的父母那些孩子的父母没有来，是他阿公阿嬷来这些孩子的父母大概过去就是怎样把他的孩子怎样带来教会，然后丢在教会里面，自己跑出去玩时间到了再把孩子接回去，所以这个孩子就学会了以后我这样就是对阿公阿嬷这样子。亲爱的弟兄姐妹宗教教育、信仰教育对我们的家庭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从以利这个家庭，真的要好好的警醒。那另外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就是以利加拿之家以利加拿之家其实也可以称作哈拿之家了因为我们看到整个撒母耳的故事前半段的重点是在于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所以我们可以称它做哈拿之家。先前我们曾经讲过哈拿的故事那从圣经当中我们知道哈拿原本不能生育嘛那以利加拿还有另外一个妻子叫做比尼拿常常用这个事情刺激他。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哈拿实在很痛苦，他就把他的愁苦跟难处带到上帝的面前，跟上帝倾诉，向上帝祈求，因为他相信上帝是一个听祷告的神，他也相信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即使他没有办法生育，但是上帝一定可以让他得到一个孩子。果然，上帝垂听他的祷告，她怀孕生了撒母耳。因为先前哈拿曾经许愿，如果上帝让她生这个孩子，她一定把这个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献给他。所以她在撒母耳断奶之后，以色列人大概3岁的时候才断奶她就把孩子带给上帝。那我们知道她就是照顾他到3岁，她就把孩子交在以利的手里面然后成为这个祭司那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经文在撒母耳上卷的这个第2章26节说，撒母耳渐渐的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那当中有一段经文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他说：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接着上帝应许说，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那上帝这样祝福这个家庭，是因为这个家庭尊重他。哈拿的生命教育带给撒母耳极大的影响。我们来看从哈拿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几个我们可以对孩子扮演的角色，有3个就是成为孩子的祭司，成为孩子的教师，还有成为孩子的牧师。我们一个一个来分享。首先我们要成为孩子的祭司祭司是什么？祭司是做人跟上帝之间的桥梁。孩子还年幼的时候他不认识上帝嘛，但是做父母的、做长辈的、做祖父母的，要成为孩子跟上帝之间的桥梁要成为他们的祭司，用生命来教导孩子，把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来，全家会因此而得福。我们看到哈拿把撒母耳带到上帝的面前，把他分别为圣，献给上帝。牧师在这边不是说大家都让自己的孩子去读神学院，将来当牧师，不是这样子。我们把孩子献给神，知道这个孩子是属于上帝的我们只是负责培育教养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将来是要让上帝来使用的，也许他将来会成为牧者，或许他会成为一个很好的信徒，在教会里面，在他的职场上面去荣耀上帝。我们只要把它交给神，请大家注意交给神。我刚才说过，交给神不是把他带到教会像我刚才说的那个例子，那些年轻人的父母亲曾经也把他们带到教会来，但是他没有成为他们的祭司没有成为他们跟上帝之间的桥梁，因为他自己没有以身作则嘛。不是单单把孩子带到教会而已，教会可以给予
这孩子许多的帮助，但不是全部。家庭教育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孩子来到教会，他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心态。有些孩子会觉得我是被逼的哈，有些孩子是现在我还小，我可以听你的话，将来我可以自己做主了，我就不一定。所以你要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把上帝介绍给他，让上帝真正能够影响他的生命。我们应该把教会的生活中心放在信仰，也把家庭的生活中心放在信仰，这是非常重要的。成为孩子的祭司。第二个，我们要成为孩子的教师啊！圣经当中说，教导孩童走正路，他自幼到老，终身不忘。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准备好孩子的生命教材。这个生命教材就是上帝的话，圣经。我们教导孩子做正确的事，建立他们正确的价值观跟人生观，这样孩子就不会走在偏差的道路当中。我们现在是要教导老师来教导这个孩子，成为这个孩子的老师，帮助他去做正确的选择。每一个孩子的特性都不一样，他不是完全属于你的，因为他是属于神的。那你要根据这个孩子的特色，帮助他找到他人生的道路，让他真正成为上帝的器皿，来荣耀上帝。最后一个，我们要成为孩子的牧者，成为孩子的牧师，要牧养他。我们帮助孩子不是单单供给他生活的需要，让他可以身体上的成长，我们要在他的灵性，在他的跟别人的交往、人际关系上面牧养他们。当这个孩子受伤的时候，我们要医治他；当这个孩子迷惘的时候，我们帮助他去看清楚他人生的道路，就像一个牧者在牧养他的羊群一样。在这个羊受伤的时候医治他，这个羊走迷失的时候引导他走回正路，成为他好好的牧者。这是做父母亲最重要的。再一次提醒，我们要成为孩子的祭司，成为孩子的教师，成为孩子的牧师。在这边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可以称作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她教育出很值得尊敬的孩子，她就是约翰卫斯理跟查尔斯卫斯理的母亲，叫做苏珊娜卫斯理。她生养了19个子女，19个。这当然当中有9个还没有成长就过世了，其中10个孩子存活下来。他自己有一种特别的方式去教导孩子。他在教导孩子的时候他至少每周1次单独花1个小时跟一个孩子一起灵修，因为他要陪伴10个孩子。今天我们照顾一个孩子觉得很烦很累，可是苏珊娜卫斯理他很特别，具有丰盛的耐心就像一个牧者在牧养他的羊群一样，他每周都会花1个小时跟孩子单独每一个孩子单独1个小时的灵修。他有为这个养育孩子设定16个准则，今天我没有时间跟大家分享那么多，其中有几个我跟大家分享。他教导孩子学习顺服，因为他相信今天孩子会顺服，就父母顺服上帝的心意，然后孩子又顺服父母的话，这个孩子将来就会顺服上帝。所以他自己顺服上帝，他要求孩子也顺服他的教导，因为他知道这样孩子将来可以接受上帝的救恩。第二个，他每个孩子一旦会说话，开始他就教他们祷告，他认为学会口才学会祷告比学会好的口才更重要。第三个，在他们家庭敬拜的时候，所有的孩子都必须保持秩序跟安静。
当他的孩子哭着要一样东西的时候，他不会理他，只有这个孩子非常有礼貌的跟他请求的时候，他才会按照合理的方式给他。为了防止说谎，当孩子主动认错悔改的时候，他就饶恕他；当孩子表现好的时候，他就赞赏并且奖励他的好行为。他教导孩子要尊重上帝，因为他的这样的教导，他的尾声，让他的孩子成为改变世界的人。你看约翰卫斯理，他在法国大革命的期间，他在英国的革命没有像法国流血的革命，人家说是只手遮天，带来教会极大的复兴。他的另外一个儿子查尔斯卫斯理创作了6500多首圣诗，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还是用他所创作的圣诗来赞美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一个母亲影响这些孩子，这些孩子影响世界，你愿不愿意跟上帝祈求，给你这样的力量，影响你的孩子，影响你所接触的每一个小孩子，让他们去改变这个黑暗的时代。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让孩子在我们身边。我们知道孩子是你给我们最美好的礼物，不管是我们自己生养的孩子，或是在教会我们接触到的孩子，主啊，求你给我们更多的爱心跟耐心以及智慧，让我们祝福他们，因为他们会成为许许多多人的祝福。求主兴起双年教会所有的年轻人，所有的孩子，让他们成为改变这个时代你所重用的器皿。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是守圣餐主日，我们要用使徒信经来做信仰告白。大家请起立。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一起来守圣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属于他的教会，按照教会的规矩，就是已经接受过成人洗礼或是坚信你的弟兄姐妹，一起来与主同桌，恭守主的圣餐。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听主耶稣对凡归向他的人所说恩典的话。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各位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我们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先生所说的：“当日我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所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曾经拿起饼，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吃完了，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个杯是新约，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曾经拿起饼来祝谢。我们现在照他的模样，一起来感谢上帝，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现在我们遵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了纪念主耶稣基督永远赎罪的祭。主啊，我们谦卑恳求您差遣圣灵，分别我们为圣，又分别这些摆在你面前的饼跟葡萄汁为圣。让我们接受这些，借着信而分享你的身体和宝血，也因着你恩典的帮助，使我们在灵里得着培育，也在你的恩典当中不断成长，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在疫情期间，我们伸出手，我们的小会员会拿饼给各位。
这是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我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同心来领受。主耶稣说：“这个杯是新约，用我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这个杯是新约，用主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同心来领受。你们每逢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
直等到他再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平安与各位同在。我们同心来感谢。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极大的爱，使我们领受你的圣餐。让我们再一次明白，你喜爱我们，保守我们，也让我们明白我们是满有圣子奥妙身体的肢体。亲爱的主，我们恳求你，当我们再一次献上自己当作活祭时，求你鉴察我们，同时求你以慈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持续这个圣洁的交通，从今之后更能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来奉献，奉献是以感恩的心来回应上帝的爱。我们一起奉献。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来做奉献的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感谢你对一再犯下同样罪行的我们恒久忍耐，为了挽回我们而不断地对我们说话，帮助我们谦卑地与神同行，得享你的保守与带领，使我们在你面前能活出充满顺服的生命。我们献上微薄金钱为圣工所用，求你悦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来关心教会事工，请打开周报第5页，本会消息的第2项，肢体关怀。恭喜本会会友张竹恩小姐与林明章先生
定于11月14日本周六上午10点30分，在本会10楼礼拜堂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欢迎莅临观礼，愿上帝赐福新人。请看第7页。6. OGS 树敌团本团第12届发表会定于本主日下午2点在7楼礼拜堂举办，特别邀请馨香合唱团温馨赞助演出，欢迎兄姐前来聆听。因为时间关系，请大家自己看。我们请蔡牧师欢迎来宾及补充报告。大家平安。首先我来介绍第一次来跟我们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这边有周君颖小姐，周君颖小姐不知道住在哪边。好，来起立，好，我们鼓掌欢迎她。那是赖玉君的同学，哈，欢迎欢迎。好，那其他有没有第一次来跟我们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没有介绍到的？那我们请我们的贵宾，好，待会可以到我们的贵宾室去做进一步的介绍跟招待。那这时候我们一起起立来唱最后的诗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与你们同在，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互相请安问候，愿上帝亲自赐福。